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国际赛，宜兰国小有3个学生发明的创意水杯摕到2块金牌。一个杯有8种的功能，会当记录啉水的量，会当控制温度。功能是真多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就可以避免在写作业的时候，如果手一挥，就会让它倾倒。这个学生家己发明的杯唔但有防止车倒的功能，佫会当记录食水的量，甲控制温度。若滴水滴饮料，会当保温，嘛会当保冰。用英语真溜了小解家己的发明。宜兰国小的潘浩清、陈建兴、甲林子涵，伫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的国际比赛，用华语甲英语小解这个因发明的多功能的杯伫便利生活类优14的这组摕到金牌。所以我们就会想到用一个装置来避免倾倒，不然每次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，只要手一挥，水倒下来，刚刚写的作业就完全泡汤了。我们有几次是这个杯垫，它直接用3D 列印做的，然后我们用另外的材料，然后它就直接整个很粗糙。那后来怎么解决？就是后来我们就改材质。学生讲会有这个发明，是因为大家咧写功课的时阵，若一个无注意，杯就会车倒去，唔那真麻烦。内底若是滴烧滚水，就会真危险。所以透过3D 列印，试过真侪材质甲方式，互列印的机器24点钟安尼放，总算发明出一个袂车倒，佫会当控制温度多功能的杯互啉茶会当安全佫利便。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，除了有一般的一个评审之外，还有隐形的评审在帮忙看。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国际比赛需要经过县赛、国赛，再过去日本参加世界赛。比赛过程当中，评审会拍分数，而且佫有另外安排亲像米其林的必比客这种无徛名的评审。学校讲，学生除了爱发挥创意以外，用双语小解伊的发明，小解的时阵嘛真在打，是因摕到金牌关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